尊敬的孟和巴雅尔校长，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当今世界，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紧密，中蒙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为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搭建了坚实的桥梁。尤其是近年来，中蒙两国领导人的友好会面，为两国的共同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这既彰显了中蒙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更体现了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携手共进的决心。在两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积极推动下，中蒙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蒙古国财经大学作为蒙古的顶尖学府，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年来一直以卓越的教学质量、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蒙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在蒙古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推动蒙古不断前进的中坚力量。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高等财经院校之一，始终秉持博学、诚信、求索、笃行的校训精神，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竞争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对外经贸人才，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中蒙两国友好合作的大背景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蒙古国财经大学的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无限的机遇与潜力。蒙古国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都有义务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蒙古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两校友好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联合研究、学术交流、师生交流交换等方式，培养更多符合两国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出色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他们将成为中蒙两国乃至整个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2个月前，我和巴赫巴耶尔校长受邀参加2024中国东蒙教育交流周，并参加中外校长圆桌对话。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在我们共同参加东蒙教育交流周期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蒙古国财经大学共建的中国蒙古国交流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的建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蒙两国的经贸、教育、人文发展和各自的文化特色，为促进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搭建桥梁。展望未来，我们满怀憧憬，我们将继续深化两校之间的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共同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模式。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为中蒙两国的教育交流和友好合作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最后，再次衷心祝愿蒙古国财经大学的校庆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愿我们两校友谊长存。谢谢大家。